今日同大家推介呢一間元朗極罕有3樓連天台村屋單位，位置超靚，步行就到 YOHO，景觀無敵開揚，小巴直達西鐵站同市中心，即刻同大家詳細介紹。睇睇客廳非常開揚闊落，間隔方正實用，採光超充足。最正嘅係由大廳或者露台向外望出去，景觀係極之開揚，毫無壓迫感，視野開闊。每日返到屋企見到呢個景，成日嘅工作疲勞即刻冇晒。全屋精心設計裝修，買到手幾乎可以拎包入住，完全唔使煩惱裝修。再睇埋睡房嘅部分，房嘅空間感一樣做得好好。床頭搭配柔和壁燈同水晶吊燈，氛圍溫柔舒適。另外一間可以做睡房兼書房，兩邊對流大窗，雙面採光，擁有無敵戶外景觀。洗手間嘅裝修都非常現代化，保養得非常好，設備齊全。再講廚房，採用實用型設計，上下儲物櫃超充足，收納所有廚具雜物完全冇難度。住得3樓，最令人興奮嘅當然就係個人專屬嘅大天台啦。呢個天台嘅空間真係大到可以滿足你所有嘅生活幻想，可以自由改造，擺放戶外梳化、日光休閒躺椅，打造專屬空中花園。呢間3樓連天台單位超開揚無敵景觀，行路到 YOHO，出門有小巴直達港鐵站，而且周邊生活配套極之齊全，真係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，都係一等一嘅優質選擇。心動嘅朋友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嘉約睇樓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難得嘅好機會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